美琪 BB， 我細個就好中意你噶啦。蛋撻執笠啦，冇蛋撻賣啦。咁我一陣間嚟買啊！陪過我食蛋撻打僵屍，你仲浸過鹹水幾威威啊！但係有人將佢同你比啊 ！Oh no！喂，子晴好犀利你咩吓？都係大學生，星二代嚟噶。除咗拍戲啊，仲有自家手作品牌，好有生意頭腦噶。既然大家都咁叻，應該好夾先啱噶嘛？點解最近會面和心不和噶？一個馬女，一個蛇女，三圍就有啲夾咯，但係命格呢就。如果一個蛇一個馬咧，其實係唔夾嘅。由於條蛇會掹住隻馬隻腳，等佢跑唔到啊。所以咧，就算朋友嚟講咧，都唔係話特別有利嘅，除非有個中間嘅朋友係屬羊。做 friend 嘅嘢真係要講緣分嘅。咁事業方面呢？睇表面，而家美琪 BB 有啲落後噃。名氣運咧就美琪係着數少少嘅，因為個命本身係容易攞到呢啲，同埋嗰個觀眾緣啊各方面都算係唔錯。美琪財運係旺少少嘅，嗰個事業星咧亦都係比較強少少嘅。吓，人氣同財運，我子晴 BB 咪輸晒咯。咁又未必，聽埋先。兩個都屬於時，起碼都要26、7歲之後先有似樣少少嘅姻緣。掂，仲有2、3年 ，BB 你等我啊！